好，来，我们走这边。哦，哎，现在可以吗？最惊讶、最激动，应该是一个职业乐团愿意提供学生作曲家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这样子的机会，就算在国外，应该也很少见。给 NSO 是写管弦乐曲，真正的给乐团的曲子，然后可以有排练跟演出这样。就是指挥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么神奇？同样的团，可是不同人上去，你也不用讲话，你就是肢体语言跟着他，就事情就都不一样。他这么信任你，他让你说好，放手给你，你去试试看。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也蛮过瘾的事情。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指挥在干什么，所以指挥是非常孤独的。所以学指挥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艰辛的。Maestro 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大概只给我2秒钟，我没有反应，他就说想想看，然后就开始讲下一个。对，就是感觉很像在出道。Giv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r now the young generation, all the tools and all the chances to build up something for the future. 他着重是在创作方面，还有指挥方面。那我觉得这2块正好是音乐教育的一个核心部分啊。创作，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音乐文化的源头嘛。你没有作品，根本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永续的那种音乐的那种遗产。Good morning, everyone. We go in concert order now, and we have already the microphone, so we make some safety versions for tonight. So, 1 minute. Let's see whether it's 1 minute or not.当初其实就是在学期中的时候，然后突然收到了一个 email， 就是即将有这个机会，那参加这个1分钟交响曲计划。因为确实，这对一个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当时我收到 email 的第一个反应，除了非常开心啊，然后很兴奋之外，我其实就开始在想，这样子60秒的作品，我可以怎么发挥？对我们作曲组的学生来讲，哇，你要写管弦乐，这是很大的编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平常状况，对，就是我们去拜托同学或学弟妹，请他们来演我们的曲子，这样我们只能够写室内乐，每个声部1、2个人这样子。就算有人要写乐团的东西，也是缩小过的编制这样。对，所以是给 NSO 是可能算是唯一一个机会，就是写管弦乐曲，真正的给乐团的曲子，然后可以有排练跟演出这样。
我觉得跟这些职业乐团的老师们共事，也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观点，然后可行性。最惊讶、最激动，应该是一个职业乐团愿意提供学生作曲家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这样子的机会，就算在国外，应该也很少见。排练前，大概前1个礼拜就开始每天都很焦虑、很紧张，这样子，不知道排练当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曲子的标题叫做《时间与庭园》，那这个庭园意思指的就是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它怎么跟自然合为一。之前跟家人一起到台湾一个著名的拉拉山，从乐曲一开始，我就是用了竖笛，就是单簧管这个乐器的复音技巧。那我想要让它制造出一种比较刺耳的那种复音的特殊音色。那我想要来描写那种从远方我看到那个神木，这时候我听到了好像什么生物的声音一样，从远方传过来的这种意象。哦，这次就是选蓝眼泪为主题。我主要就是用不规则的节奏，就是我固定了一个音型，然后有的时候增加，有的时候缩减，然后用这个方式去描写海浪的不规则性，最后到泛音的方式去描绘从海浪那样打过来，然后变成就是泛蓝光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2022年嘛，全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也看到很多温情。它中间有一段是那个月光，然后整个世界都静下来。然后我为了写那一段，然后每天都跟我爸妈去河堤散步，然后看那个月亮。翻这一面好了。哦，这边会比较大声。我觉得在那边声音听起来就比较怂。这一次我的曲子是 Variations of Water。其实我都一直在尝试不一样的风格，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创作让人家令人觉得感动的曲子。我希望我的曲子能够，跟人的经验那些是能够相通，然后是被理解的。哦，是第一下大声吗？哎，会发出声音。哎，没有关系。对。说真的，我觉得现代音乐很难好听。就有朋友问过我，为什么你们只要一演现代音乐，它听起来就是一定像那个恐怖片的音乐？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调性很薄弱，色彩就会比较偏灰色，比较偏向音效。谢谢。好，大家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9月初的演出，就过去的9月初是有一位作曲家叫魏德曼。魏德曼他是当代可能数1数2出名的作曲家，
是一位德国作曲家，那他刚好来到台湾，好不容易，然后我们就演奏了他的第3号弦乐4重奏。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作品，对。像魏德曼他的那个小提琴协奏曲的一开头。就他第一句是这个，那有没有？这其实不是乐音，对不对？这其实是就是某种声音，你是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噪音，或者是一个它的那个噪音，那个噪音是有某种意义的，因为他觉得他要写一个4重奏，然后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已经100-200年，大家都写了很多很多的4重奏，那他到底要写什么？然后他就觉得，那就是那个是他所赋予这个音乐的意义。音乐家嘛，哦。我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然后他这一首4重奏叫做 hunting， 就是 hunting 就是打猎嘛，哦，嘿嘿嘿，有没有哈？就是你一边拉还要一边叫这样。你们觉得那惊叹号是什么意思？如果作曲组的同学你在那边写惊叹号是什么意思？小心，对，惊叹号通常是小心嘛，对不对？那结果最后我发现它是小心，这里没有要嘿。生存在当代，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就是说，我不要接受这个声音。我觉得说你在那边听，你好像你不知道你听到什么，可是你不知道我用什么技术，用什么和弦，你好像如果有进到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情境里、气氛里，我觉得那就算是听懂了。他的思维比较像你写诗，就是会把所有的感触浓度，然后紧密度都开到最高，会希望留给观众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这次1分钟给我非常好的思考。那我也很喜欢古典音乐里面的那些张力，那我也很喜欢那些打破传统和声的新颖的技巧，所以我其实是想要把我学习到的这些音乐，西方音乐也好，或是台湾的音乐也好，我想要融合成我自己的一个语言。近代音乐被写得越来越复杂。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对作曲家是一个考验啦。其实最直接的帮助就是，每一位不同声部的老师过来，他们会讲一些。对我们最直接影响就是他们会讲一些哪一些东西是他们做得到，哪些东西是大部分演奏者做不到，或哪些东西是根本做不到，然后以及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效果会如何。这个是那个我去看到我们1分钟的，我不知道上演了没？对，好像听说有还没上演的曲子，对。然后这个里面他就写了，大家看到他写了很多低音，对不对？他写的蛮高兴的哈。然后，对，写蛮高兴的。有2层意思，一个意思是就是他觉得这个区域很有表现力，可是他对于我们来讲是真心的，眼睛看到就不舒适了。说好乐器，你写6个 P 给他，叫他自杀。可他那里可以尽量写给他 P OK， 你差不多2个 P 就可以了，谢谢。我觉得，因为老师在乐团里都有非常久的经验，可以非常精准的点出一些我们在创作上的问题，
可行性，还有各个层面，然后一些现代技巧，就是他们都会教给我们。我觉得非常感谢有这次的机会，然后甚至总监他就是也直接来帮我们带入完全不同的配器的观点什么的。Hello. So the orchestra is basically Western European creation, and so I will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history, how it developed, how we came that we today have this kind of instrument, how it works. I will try to have a lot of examples that we can listen and hear how the sound over time has changed. 就是好像学音乐学了这么久，好像也没有真的有一个人，而且特别是 maestro， 他是一个指挥，他有时候也会用指挥的角度，然后就跟我们说这样的声音，它展现出来的会是怎么样，它的效果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学到最多的是，主要是声音要怎么写，然后怎么写会让它变得好听啊，或者怎么写会让它变得有可行性这样。就是金碧辉煌的，是泰国的。会看到2套旗帜，然后我们巴黎角是按照камера。So if 1 minute late, right? This one we can. No, please. 他可以弹一些我们知道的旋律啊。So I don't tell students don't do this or this, but I try to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understand. They write something, then I've asked them, what's the message? I see you have good technique, but I don't understand the message. And then there's the same question for the audience. 比较紧张的部分是要跟maestro用英文沟通，对，很怕到时候就是good， 就只好这样。会担心说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让乐团老师很不开心，就是类似就是做不到的速度，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演奏出来的一些效果这样。让我重新思考说，一个作品对曲长、对演奏者，然后到质谱，甚至你跟指挥沟通的整个过程，还有与团员老师们的互动，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个学习。那个思维整个被打开，就是在听过那么多1分钟，然后排练直接到国家音乐厅听排练。然后还有这整个过程的整体的思考，就是真的那个框架慢慢被打开。What I ask them is, think about your own voice. What do you want to express? Give us a real message. And that needs courage, yes. You have to open, and then you have to write your heart out, and so. And that's now starting to get some good results, yes.就是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职业的音乐家来帮我们演，我们可能真的还很不成熟的曲子这样。我觉得是很被激励啦，然后就觉得有这么多
榜样在我们前面，让我觉得很佩服，然后也会想要和他们一样。我觉得那天的演出是很精彩的，对。妈妈是说，他是走说哦那很好啊，然后他说那到时候邀请多一点人来一起看这样。我加了很多，就爸爸妈妈，然后3个哥哥，还有哥哥老婆，有2个，就是2个哥哥老婆，然后还有第3个哥哥女朋友，然后还有我的表姐这样，然后还有高中同学啊，国中同学，就是都有来。嗯，只有狗没有来，其他都来了。对。我之后就是想要持续的走创作这条路，对，但是想要多方面的去尝试。心情是蛮紧张，也带一点紧张，可是兴奋比较居多。老师有带我们走出我们自己每个人的那一个框架，然后这是一件我们很缺乏的事情。有点像比如我们在游泳、在潜水，然后他就把我们拉起来，然后看一下说这个周围实际上到底长什么样子。真的不只是只有谱上面的事情，还有真正在乐团跟乐团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其实遇到不同的乐团。不同的状况，就很像人生一样，很多 surprise。看这边哈，这个现在是简单的素材，可是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我们现在还在那个。第一个主题还没有完成的过程里，我们彼此要互相听一下。刚才管乐跟弦乐分家了，指挥呢，他的影响力很大。他一个团，他带领一个团，然后他是推动教育、推动音乐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好，他要诠释作品，然后他
有它的影响力，要去等于是一个乐团的一个精神导师，那更是把它扩充到整个社会。我觉得他都有一种表率的那种精神上表率的那种象征。OK， 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指挥他们不用排练的时候，他不用讲，就是他一来一个乐团，他不用讲，或者也不用干嘛，他手一比下去，其实那个声音就不一样。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制，就是我们看着他手下去，就可以大概感觉到他要什么东西。好像有人说，就是他可以把声音打到拍子里面去。这个交响曲就是这些地方非常的难，那种好像在一个神秘的境地。等一下第2乐章也很多，好像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醒过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需要能够非常的 control， 非常的轻，你即使是指挥过它100次，如果这作品真的很好的话，它是一个源源不断的生命。你每次指挥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的责任就是把这些你所理解到的这个音乐它的美，把它传达给团员，传达给听众。音乐来出来，我们再一次从 H 再小声。我觉得最珍贵的应该是就是可以比较长时间的看着老师怎么跟乐团工作，很简单扼要的1、2句话就可以让乐团被激发起来，或者是很清楚知道指挥老师想要的什么样的，不管是画面或者是怎么样的情绪，对，我觉得那个是很珍贵的。就是保持一个诚实面对人，诚实面对音乐，然后谦卑面对音乐，自己是一个仆人的这种心。这个是布拉姆斯一个特别的，为了这个特别的这个荣誉博士所写曲，所以它有那个庆典的意味哈。我觉得一开始，尤其是这个前奏的部分，前奏就包含很多东西，在一开始的那个要让人有一点那种兴奋感。你现在这是完全是在一个比较也很好，可是我觉得要有一点乐趣，里面的一些 accent 哈。accent 让它再强调一点出来，有一点好像偷偷摸摸要做什么，等一下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这样大家很感兴趣的这样啊，有一点这种乐趣的感觉。就是指挥自己应该要先像电影的导演一样，你自己要先导过一遍，觉得哪些地方应该长什么样子，你自己那个画面感要很强。不整齐。你看哈，那这个打2拍哈，你就是说，one， 它重要是 one and， 有一个 one and， 不要找出来。OK 呀，那比刚刚好很多，还可以再好，就说大家注意的去感受它之前那种 one， 还是那个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手忙脚乱的东西忘掉，或者是内化成你真的已经都在你自己里面了，然后真的听到现场的声音去反应，然后你才有可能把音乐做出来。所以这就是难，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对。好 ，OK， 谢谢呀，很好。我请问这个速度是你要的吗？你喜欢？对你有一个老大师的速度啊。给很清楚的1拍之后，信任他们，他们不对就骂他们，就是这样。对啊，你要非常 one， 哒哒哒 one， 哒哒哒，你手可以 one， 哒哒一起动，可是那只是跟着他们一起，那已经不是在带着，你带的是第1拍 one。哒哒哒，但你知道 one 哒哒哒，
这反而不好。信任他们，然后你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之后，然后是他们的事，他们必须要在一起。不够，不够。OK， 谢谢呀。你这可能要改，还需要一点。就是说，现在他们虽然有在一起，可是我仍然觉得可惜。就是说，你不够。我们德文说 losgehen， 就是给，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偷偷的，试试看，就这里，对，从前面几个小节。我觉得收获最多的是吕老师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知道乐团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老师说，你其实不太需要真的去一直去 push 他们，其实有时候就是他们会给你，你不需要真的去给他们太多，不需要一直把能量散发出去，可是他们就会有相对的回馈在我们身上。对，所以其实不用一直说不用一直打拍子，有时候其实就是让他乐团真的需要什么，你再给就好，剩下的就是让他们去自己发出美好的声音，对，那才是比较真正指挥需要做的事情。Legte doch Sarastrodil, gib Absicht seine Handlung für. Frau, frei nie euren Tempel sehen. 等一下啊，那个谭志成，我要感觉到那个啪啦，这是个悲叹。啪啦！你现在就是这样打拍子而已，太白了。这个 Ein Weib hat also dich berückt, ein Weib tut wenig, plaudert viel。你们知道他这里在唱什么吗？他说：“你相信一个女人讲的话吗？一个女人什么都不做，只会出一张嘴。”这个在这个时代是会被不得了。可是 OK， 莫扎特可以 OK， 这个东西必须要对 text 哈，你要知道说在讲什么，然后就是说完全跟他在一起。你看像这最后面这个就是最后他得到答案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和尚跟他说帕米娜还活着吗？他说他活着，然后最后他是非常的高兴，这是一个狂喜。Sie lebt，你刚才这边都慢了。Sie lebt，ich danke euch dafür， 谢谢你。wenn ich doch imstande wäre， 我可以的话 ，allmächtige zu eurer Ehre， 他是有一点喘气这样子，感谢我从这个 Zauberflöte 的那个我吹出的每一个音都是在感谢你啊，要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从这里开始啊，帕米娜，好看着他 ，Sie lebt， 蹦蹦蹦。歌剧其实对指挥来讲，其实蛮困难的，因为要兼顾的东西非常多，你同时有乐团，你还有歌者，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出发点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非常的就是帮忙歌者，然后带领歌者，然后去帮助歌者可以就是唱他的部分，而不是只是专注的在谱上，或是专注的在对拍子。冰爸爸，那个是另外一件事。应该要下去了，应该，bravo，看唱得很棒，谢谢。
呀，好冷。哦，一蹦。继续慢，哇啦滴啦啦啦。那对我而言是，哦，就是原来他们可以这么美，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我觉得老师带我们去发现这件事情。因为发现站在上面指挥是最后的一个 stage 的事情。如果说之前都练好的话，站上去是很顺的。OK 呀，就是不要做错就好了。OK， 所以这歌剧指挥就是要一步一步这样，前面的工作很重要。OK。你现在是中规中矩了，你大概只激发到他们70%。哎，他们必须要能够奏得更好啊，那个必须要从你这边出来。对啊，谢谢。你知道吗？那个秘诀在你刚才是哒哒哒，滴哒哒。事实上，你继续这样是把它都手继续动，他们声音会出来，因为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就都这样子可以带出他们的声音。好，这个比较好哈，还不够。好，你开始我们同样的地方，好，同样的地方，1 2。真的是往那个，好，再多一点，多一点，好，下是。这样，对，这样对比才出来，它是不是 make sense， 对不对？就是一些该 drama 的时候，你要再开一点，再勇敢一点，激发他们，让他们把他们的野性逼出来。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有点拘谨，那老师是觉得说你要试图的解放。其实我排完下来，他说跟我说，浩伟，我觉得你内心有一个激情在。动作的大小不是重点，对。有时候在情况很好的时候，甚至不动，甚至是最好的。这个已经到一个很悬的地步了。然后，可是他一动起来就不得了。哎。你去看那些一流的演奏哈，很多时候他是站在那边，哎，然后但是这个很危险啦。你用讲你去学我也要这样，那是不成的。你不是，就是你要有那个境界了之后是可以。对，好，慢慢来，
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音乐，但是我要教他们，就是你怎么样表达出来，怎么样用你的肢体表达出来。乐谱是不是一起就请舞监带上去？手上你们都不要拿乐谱。好啊，好啊，谢谢。好，精神喊话。要怎样？笑死！加油！哎，再次，大家是重新 take 一次。是什么意思？1、2、3，加油！好，指挥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你不只是演奏音乐、教导音乐，你也在传播你的思想，你在传播你的价值观，所以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而可惜，年轻指挥的养成又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很不容易得到指挥乐团的机会。指挥的技艺、指挥的造诣，都是在实际的操作跟乐团的演练中自己去领会的，老师只是在旁边去提点。由此，我们特别的珍惜有这样子的机会。这5位年轻的指挥在2个礼拜密集的排练学习今天的这个成果发表会，所以对他们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个人真的非常高兴，大家一起今天来见证这几位有才气的指挥，他们踏出这个准备非常充分、非常有自信的一步。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每一个指挥上台，他都还是得要很诚实的问自己，说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跟老师上课，但是我想老师也不是希望大家就成为第2个吕绍嘉老师或第3个，一定是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版本这样子。演出前就是让自己心情稍微沉淀下来，因为有时候会
太兴奋了、太亢奋，会抓不住拍子。对，就是让自己专心进入到这个状况里面。恭喜恭喜！紧张哎。比较放开，然后比较敢去做一些平常不敢尝试的事情。就可能平常在学校，你就会说哦，你拍词要清楚，可是在这边你就可以比较勇敢做梦的感觉。对，老师蛮愿意给那个空间让我们去尝试，他会鼓励我们去拿掉以前可能学校学的东西，可是把自己的想象表达出来这件事情。当下当然是沉浸在音乐里头，有一长新的细胞的感觉，就是觉得是要更贴近音乐的语言这样子。然后你还要面对非常严苛的乐评有时候你一场音乐会完，你会看到2种乐评，一个是写得非常好，一个是把你骂到简直是说你是非常糟，这样好像你会怀疑说他们是不是听同一场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严酷的、残酷的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你要有对音乐足够的喜爱，最后站到舞台上，你都会觉得之前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这个音乐想出来的这一刻，那一切都值得了这种心。辛苦了，很棒。辛苦大家了。镜头。早就该关了。很棒。不过我有个点忘记给，超尬。是那个噔。想说我好害怕，我在哪里？然后你们就进来，想说你们好棒哦。我想说，你看你给的那个是正拍还是第2拍？看他们的脸也很开心，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是最鼓励的是吧？连音乐家他们也喜欢，不只是观众。我觉得，对，这是一种认可。我们需要，因为他就是你的 team， 他就是你的 teammate。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能够有他们的支持会是最大的力量。我觉得能够有乐团的，但这件事情很难，因为他们也很厉害。其实真的很难得，很珍惜，所以就很谢谢 NSO 还有台积电跟北艺大愿意办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有成长的机会。但是未来的路还很久嘛，就像老师讲的，这个要坚持，因为坚持是最重要的，坚持。我觉得乐舞界的核心精神就是2个字，就是传承。由大师把这个技艺
用一种亲自示范的方式交给下一代。我想这是最重要的精神。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e have to raise the level and to develop also a music life, artistic life, where Taiwanese musicians, conductors, artists of any kind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hat their standard is so high that we can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就是这是一条非常长的路了。那你真的要爱音乐，爱到说能够忍受寂寞，永远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是我们面对音乐，那个伟大的音乐，事实上都是超过个人的重要性。